我哋今晚咧嘅對決兩隊咧就有喇沙書院，亦都有拔萃男書院喺度嘅。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喺香港開埠以嚟啦，我諗係1967年開始咧，咁有一班學校就聯手話：咦，點解外國咧係有得做 debate， 但係香港冇嘅咧？咁其實咧，正正呢兩間學校就係其中第一批學校咧去帶 debate 嚟香港，亦都去舉辦咗聯校中文辯論嘅一個學會嘅。咁就係因為咁樣，由嗰時到今日就有好多賽事，而佢哋每年都好似打成100場，差唔多有100場賽事喎，可能有冇幾十場賽事啦，可能咁好犀利嘅呢啲同學仔。咁咧我諗我哋有好出色嘅辯論員咧，有好多，佢哋亦都喺香港界別隊裏面咧，其實可能又做咗高官啊，又做咗好多領袖啊，其實好多都係辯論隊出身嘅。咁所以辯論嘅同時咧，我哋俾多啲掌聲佢哋先。好，咁我亦都介紹一下我哋嘅評判。咁我哋評判咧就有 Christine， 咁佢係咧大華銀行大中華區副主席，好開心今日你參加去幫我哋去做評判，亦都有我哋嘅 Preface 嘅首席營運總監Andrew 去喺度，咁佢哋都會俾少少 feedback 同學仔嘅。不過其實今日咧，我哋唔係淨係評判咧去做呢個表演賽嘅評判嘅，咁其實你哋每一個都係，咁所以會一人一票咁樣去做出最後啦，我哋會揀出最佳辯論隊啦，同埋最佳辯論員嘅。咁而家咧呢個時間咧，我都想介紹一下我哋嘅辯論比賽榮譽顧問，就係張家達先生。冇佢咧，我哋今日都搞唔成呢個活動嘅。咁由佢去介紹一下賽制，咁同埋佢今晚嘅主席，佢會一路去帶住我哋成個辯論隊嘅過程嘅。好，張家達先生。多謝大家過嚟睇一場辯論比賽，多謝 Preface 搞咗一個咁有意義嘅辯論比賽。事不宜遲，不如先邀請正反雙方嘅同學上台就座先，好嗎？咁我哋今晚嘅表演賽咧就會採用我哋叫做台上發言嘅時間，再加自由辯論嘅環節嘅。咁正反雙方同學咧會由主辯啦、副辯啦輪流發言。反方嘅第二副辯發言完畢之後咧，會有一個自由辯論嘅環節，每隊係各有3分鐘嘅。之後咧就會到雙方嘅總結時間。咁今日我同大家介紹下正反雙方嘅比賽同學先啦。首先係正方喇沙書院嘅同學，佢哋嘅主辯係鄭麗俊同學。第一副辯係呂柏賢同學，第二副辯係楊晨同學，而佢哋嘅結辯係鄭俊宇同學、陳俊宇同學，唔好意思啊。接住介紹反方拔萃男書院，佢哋嘅主辯係黃心樂同學，第一副辯係陳卓迪同學。第二副辯陳信希同學、陳希順同學，結辯係歐陽浩星同學。主辯到副辯嘅發言時間咧係3分鐘。咁我哋有個計時規矩嘅。聽到鐘聲一下咧，先至開始發言。咁發言完結前30秒咧都會有一下鐘聲。發言時間終結咧就有2下鐘聲提示。每位辯員咧發言時間終結之後咧會有15秒嘅緩衝時間嘅，咁15秒用盡咧會有3下鐘聲提示。由於今日表演賽啦，3下鐘聲提示之後咧就希望雙方同學咧都完結你嘅發言啦，就唔好進行超時啦。咁我哋喺雙方去到第二副辯發言完結之後咧，就會進入3分鐘嘅自由辯論時間。自由辯論咧就不設緩衝時間嘅，而且雙方咧係不限每次發言嘅時間啦，不限佢哋嘅指定嘅同學啦。唯獨咧就係每次你哋站立咧就會開始計時。發言完畢咧就會輪到對方開始計時間。咁我雙方都身經百戰，應該都冇問題嘅啦。如果事不宜遲咧，不如先請正方嘅主辯鄭麗俊同學。試咪。呢個係辯員嘅習慣，大家都習慣下，佢每個都會試下支咪嘅。好，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在座各位大家好，根據知識產權署，版權係一種知識產權，擁有人享有專利，可以自由複製、發表、公開表演等。目的在於防止直接抄襲原作者嘅作品，包括音樂、插畫等等，鼓勵更加多人投入創作，推動社會創意嘅發展。而純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內容係指喺製作過程中單靠系統生成，而唔包括人類創作嘅內容。就以美國 Star of the Dawn著作權申請案為例，由於當中唔少嘅圖片都係完全由人工智能 Midjourney 創作，最後法院裁定作者除咗對佢哋嘅排版、對白等等自創嘅部分係有著作權之外，其他單靠人工智能嘅圖片並唔屬於作者，佢都唔對呢啲嘅圖片擁有著作權。至於今日嘅辯題，簡單嚟講就係當一個用戶簡單輸入指令之後，所有人工智能生成而唔包括人類創作嘅部分，應該一屬於公眾財產，所有人皆可以自由取用，定係二受到版權保護，需要取得許可先可以使用。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要審視何者更加符合版權鼓勵創作嘅目的，以及人工智能發展嘅需要。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鼓勵二次創作，促進文化嘅發展。正如上述，如果生成嘅內容受版權保護嘅話，就要先行獲得作者許可先可以使用，甚至會涉及額外嘅成本。但係所謂純生成式嘅內容，當中並冇包括人類嘅創意，甚至使用者使用先前都唔知佢生成嘅結果會係點。而人工智能只係一個執行命令嘅工具，唔需要版權去鼓勵呢個人工智能繼續創作。強行建立版權只會妨礙他人使用生成嘅結果，作第二次嘅創作，有害無利。反觀唔受版權保護，用家可以以較低嘅成本自由地進行二次創作，提高社會對文化嘅接觸層面，同時鼓勵更加多人投入藝術創作。第二，方便系統嘅訓練，提升技術嘅質素。對人工智能而言，獲取訓練嘅資料，壯大自己嘅數據庫至關重要。可惜現時如果人工智能想取得訓練嘅資料，原作品嘅版權係一大阻礙。不論係想要喺網上面下載一首歌，定係下載一幅畫，都要事先得到原作者嘅同意，否則不得使用。如果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嘅資料都無法自由取用，只會提升訓練嘅難度，減緩人工智能進化嘅速度。反觀，如果係純生成式嘅內容可以自由取用嘅話，則唔受版權限制。透過我哋使用人工智能，我哋嘅選擇、偏好、網絡迴響等等，再加上觀察其他人工智能嘅優劣，見賢思齊，人工智能就可以持續進步，提升技術水平。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版權嘅存在會阻礙咗二次創作同埋訓練呢？多謝各位。多謝盛康主辯嘅發言，發言時間係2分50秒，冇超時。接住我哋就邀請反方拔萃男書院嘅主辯黃心樂同學，同樣發言時間為3分鐘。試咪。再咧，大家好。大概有方嘅同學成日都用人工智能生成一啲100字嘅閱讀報告，所以佢哋就認為凡係純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都係冇價值、欠缺人類創新嘅。但其實係打開任何一個創作者嘅視頻或者圖片生成工作流，你就會發現到其實提示從來唔會係單詞，而係一連串嘅圖文並茂。要令到人工智能成為你一對手嘅辛酸，相信在座嘅業界朋友都經歷過。如果用一句人工智能喺個過程入邊做得多過指令者嘅話，就斷定個創作唔值得有版權，實在係對內容創作者嘅侮辱。知識產權署話，版權法係用嚟平衡版權擁有人同埋整體社會嘅利益，一方面就容許透過創作收取合理嘅回報，另一方面又容許社會人士取用各種新意念同埋資訊。環顧全球，英國就喺1988年嘅版權法令第9條第3項嘅修訂最具前瞻性，訂明係由電腦生成嘅音樂內容都納入版權保障。關鍵一步令到流行音樂電子化平穩過渡，亦都奠定咗英國就喺90年代起喺全球流行樂壇嘅領導地位。由此可見，與時並進嘅版權保障對催生創意至關重要。今日衡量辯題成立與否，準則就在於明確同埋充分嘅版權保護，可唔可以鼓勵到文化同埋科技嘅研究創新同埋知識傳播，從而令到其有所發展。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漠視新
漠視新現況，倒退到蠻荒。現況就係只有美國同埋澳洲唔提供版權保障俾文學、戲劇、音樂同埋藝術4個範疇嘅純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至於其他範疇，例如軟件、視訊，乃至係學術研究成果，例如即使係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嘅一種抗生素或者蛋白分子，喺全球現有嘅法規下都受到版權保障，並且可以申請專利。有方要將純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產生嘅內容剔除於版權保障，會令到創意產業倒退到蠻荒世界，保障盡失。有方啱啱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區分乜嘢係純生成，乜嘢為之人類參與。但係問下台下各位業界人士，如果凡係用人工智能參與創造，都要下下證明自己出咗幾多力嘅話，並且公開自己工作流嘅獨門秘方，我相信業界會揀咗因此放棄人工智能呢一雙手，而咁做無疑係剝削咗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動文化同埋科技發展嘅機遇。第二，版權維護難，強分添麻煩，將創作強行分別係咪純人工智能生成，本身已經有極大嘅執行風險同埋成本。不過你如果以為唔用人工智能就可以成功避禍，咁就大錯特錯。因為只要版權法有嘢唔包，就會出現以下風險。就算我用手畫琴彈嘅創作，抄襲者都會聲稱你個作品就係純生成嘅，然之後就大抄特抄。個人內容創作者平時維護版權已經疲於奔命，家陣而家仲要證明自己用到人工智能先可以得到保障，實在荒謬至極。基於以上各點辯題難以成立，再想問有方好工具擺到，又要限住人點用，點樣鼓勵多啲人用佢推動文化同科技發展呢？多謝各位。反方嘅主辯發言時間係3分11秒。聽完雙方嘅展開嘅論述呢，正式交鋒開始啦。有請正方嘅第一副辯呂柏賢同學，發言時間同樣為3分鐘。準備好請向計時人示意。試咪。再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審視翻我哋條辯題，我哋講緊嘅係純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啊嘛。咁但係咧頭先啱啱我哋呢個嘅 Preface 嘅創辦人都講咗啦。今日我哋大家頭先做一個小遊戲嘅時候，嗰條題目嘅內容係人工智能內容創作者應否享有版權。望落好似同今日條辯題好似，但係其實咧相差甚遠。我哋嚟逐點睇。今日咧咩叫純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同埋一個人工智能內容創作者咧，兩者本質上嘅分別就係一個只靠人工智能，另一個就好似友方所講話，業界唔同嘅人士啊，俾心力啊，去整一啲提示詞俾啲人工智能去自己生成一啲嘢，兩者之間本質上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因為咧後者就好似友方所講嘅嘢係已經用咗人力。已經係唔單止係我哋今日辯題討論嘅純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以今日友方出嚟咧打空炮。第二，我哋今日係講話有利於文化與科技發展咧。今日我都知道要推動呢啲科技發展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今日咧友方佢所講嘅呢啲創作內容嗰啲嘅時候咧，友方就話咧咩？申請如果用人工智能嘅話，你申請專利，你要將全部嘢公開晒。乜而家申請呢啲專利、申請呢啲版權嘅話，唔需要將全部嗰啲內容公開晒俾大家嘅咩？今日本質上都係一樣㗎。咁唔明今日友方擔心緊啲咩？更甚嘅係今日友方出到咧，完全冇解釋過咧呢啲版權係屬於邊個所有嘅？因為友方咧，佢就出嚟同我講話咧，係創作者所有。至於第一嗰個所謂嘅創作者，咪即係人工智能咯？係咪代表人工智能要擁有咧？跟住再何況嘅就係今日咧，我方出嚟我方主編出咗嚟同友方講話咩？係可以能夠呢個版權係能夠促使到咧呢個文化嘅發展。但係咧，今日如果版權俾人工智能嘅話，人工智能會唔會因為我攞咗個版權啦，我要加把勁，我要生成啲更加勁嘅嘢出嚟？你友方覺得呢個合唔合理啊？咁跟住之後我哋再睇啦。跟住咧，其實友方出嚟咧都冇好清楚咁樣交代咧，冇好清楚咁樣交代呢個內容創作，即係呢個人工智能內容創作者同埋呢個純人工智能生成者嘅本質上嘅分別在邊度？咁所以咧，煩請友方下一個辯位出嚟同我哋交代清楚，究竟咩係純生成？即係純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內容，同埋一個普通我哋今日灌注咗心思去擺落去呢個人工智能去俾佢生成嘅嘢。即係我嚟到最後，我哋嚟睇究竟有版權有啲咩影響。因為咧，友方佢對於版權呢個字咧，佢就係好模糊咁樣帶過，佢就係講話有咩好似係美國啦同埋澳洲咧係不受呢啲音樂啊等唔同嘅文化係不受版權影響嘅。咁但係咧。
有科今日咧有科去講做人工智能啦，好似講到話好嘅，大家好勁咁樣啦，大家識運用，但係都係依靠我哋大家嘅所俾出嚟嘅一個提示碼啫嘛。今日人工智能都只係一個工具嘅情況之下，一嚟工具唔應該享有一個版權，二嚟今日我哋用咗嘅心力物力都應該享有版權，呢方面我唔認同，但係唔應該係交由人工智能擁有。多謝各位。好，正方第一副辯發言嘅時間係3分14秒，冇超時冇想扣分啦。咁啊，反方點樣回應呢？即刻請嚟反方嘅第一副辯陳卓迪同學，發言時間同樣為3分鐘。飲啖水先啊！好，掌聲鼓勵。各位大家好，今日咧有方話重新介紹。各位大家好，一副位置咧先釐清幾個概念。今日有方一副咧話我哋嘅版權咧係運用喺人工智能身上，但我哋今日版權咧係屬於創作者，因為佢先係提出呢個指令嘅人，佢先係啟發呢個靈感嘅人，所以版權咧係應該屬於創作者㗎嘛。所以有方一副咧又問我哋係咪有版權人工智能咧就會做更多創作，就會激發佢更多誘因。冇錯，呢點正正就係我方今日想做嘅嘢，令到生產嘅成本下降，令到入行門檻降低，令到多啲人都可以投入呢個行業啊嘛。所以其實咧，我哋今日先解決有方提出嘅執行問題。有方咧就話人類冇付出，所以就唔應該受到保障。但事實又咪咁呢？其實香港好簡單，六合彩都係中獎就都係不勞而得㗎。咁但係最後中獎嘅錢屬於邊個？咪都係中獎嘅人。所以呢個社會就係有價值嘅嘢就應該受到大家嘅保障㗎啦。所以藝術創作都同樣應該受到呢一個邏輯嘅保護啊嘛。所以其實今日咧有方根本係貶低人工智能創作嘅價值。其實人工智能創作咧係包含好多人類付出，見到由零開始提供指令、提供參數，甚至叫拍條片叫人工智能幫我哋參考，全部咧都需要運用人類嘅創意同埋想像力。所以有方唔好再貶低在座嗰位業界人士，因為大家咧喺人工智能創作上咧都有出一分力。所以有方咧又話阻礙二次創作，但事實又係咪咁呢？其實喺唔收取商業利益底下咧，大家其實係可以做二次創作嘅喎。以 Creative Commons 為例啊，可以俾唔同界別嘅人交流，只要唔收取商業利益都可以做二次創作。所以有方咧根本唔好偷換概念。所以再睇啦，其實今日辯題咧問有冇利文化同埋科技發展，但係有方到而家咧都交唔到一個利處，正因為咧我方都想像唔到一個冇版權，你創作任何嘢都即刻俾人可以抄襲，都冇保障冇收益嘅情況底下，究竟可以點樣生存？究竟仲有冇人願意企出嚟做創作？有冇人願意可以推進文化科技發展呢？麻煩有方解答。所以其實咧。最後今日一副位置咧睇版權嘅重要性。In Silico Medicine 咧就曾經使用人工智能平台開發藥物，用 PandaOmics 分析咗醫學數據，發展咗以前未被發現嘅纖維化有關蛋白質 TNIK， 再用人工智能生成化學平台 Chemistry 42，設計咗一個全新嘅分子結構去抑制呢種標靶，最終咧成功研發咗一個突發性嘅纖維化藥物。所以有方話人工，所以我方唔理解呢個，我方唔理解點解你覺得人工智能生成嘅嘢係低質，因為正咧就係人工智能人類做咗30年嘅嘢都研發唔到，今日人工智能咧做咗4年就有成果嘅時候，點解有方覺得人工智能唔應該受到版權保護呢？如果冇版權保護咧，呢樣嘢根本推出唔到市面。如果冇版權，仲有邊個願意企出嚟開發藥物？呢班人仲冇藥物夠呢？多謝各位。反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係3分03秒，到底係咪中六合彩嗰個就係最好彩嗰個呢？咁啊，請正方嘅第二副辯楊晨同學出嚟回應。發言時間同樣係3分鐘。試咪。各位大家好，頭先有方同學咧講咗個好有趣嘅例子，佢話藥物。不過咧喺藥物之前，我哋先睇有方同學講咗全場一個字叫咩咧？創作人啊！我原來叫個人工智能創作整一個嘢俾我咧，我就係創作人，咁簡單啦。呢個世界上嗱，我而家叫人工智能幫我生成1億條藥物嘅公式。而家咧你整一個藥咧，喂，
我第9765條藥物公式就係呢個，呢個就係我嘅版權啦。你付出咗啲乜嘢啊？你問佢話我要1億條藥物嘅公式，然之後佢生成咗1億條俾你，你喺入邊創作咗啲乜嘢呢？你創作唔到嘢，所以今日有方同學佢講嘅所有嘅例子呢，全部係乜嘢呢？係人工智能創作完之後，我要再加啲嘢啊嘛。例如你同我講，原來呢人工智能創作條藥物公式之後呢，我係可以獲得佢嘅專利嘅，但係前提係乜嘢呢？就係有一條藥物公式之後，我要俾錢入去研發啦，我要去測試啦，要揾實驗人員，佢哋去做唔同嘅實驗啦，我要去做臨床嘅實驗啦，呢一啲嘅努力先至係判定咗你喺入邊嘅貢獻，先至可以令到你獲得一個專利啊嘛。但係今日你同我講話，原來我只要咧係提出咗一個指令，咁樣我就屬於創作人啦。咁簡單啦。嗱，我而家提出咗12個音符啦，未來咧全部人用音符做音樂嘅咧，全部都要俾錢我，因為我就係一個版權嘅創作人。合唔合理呢？完全唔合理咯！你將創作睇成啲乜嘢先？創作係咪就係我話我要一樣嘢，佢俾我一樣嘢就叫做創作？咁我請一個插畫師，我請一個音樂人，佢幫我作一首歌啦。嗱，你作首歌俾我，跟住無論佢做乜嘢，因為係我嘅要求提出，就屬於我嘅版權啦。咁樣合唔合理呢？唔合理啊！所以今日去到最後，我哋要睇嘅就係創作啦。咁睇完創作，我哋睇下版權係乜嘢先？版權嘅本質係啲乜嘢呢？透過限制一啲嘅流通啦。限制一啲嘢嘅使用，從而去保護翻一個當事人。但係首先，我哋要保護嘅係邊個啊？原來當呢啲純人工智能生成嘅作品，我哋要保護創作人嘅話，保護個人工智能。但係我哋保護佢嘅目的係咩呢？係要鼓勵佢創作喎。但係我想問下在座各位啦，如果今日我同人工智能話，你整一個嘢呢唔會有版權，佢係咪即刻咧斷電就唔整俾你啊？唔會噶嘛。人工智能係唔需要一個版權去幫助佢噶嘛。所以首先第一，版權嘅目的呢一條辯題所提出嘅呢一個方案呢係解決唔到。我哋再睇未來人工智能係需要啲乜嘢啦？原來我哋見到就係二次創作係而家人工智能嘅一個大趨勢嚟㗎嘛。而家呢，我哋喺網上面社交媒體度見到，原來有好多人呢，佢哋見到呢個人工智能創作嘅內容呢，我就覺得呢，佢係好低劣㗎啦。你唔係真嘅，呢個假嘅我就唔中意睇佢啦。但係呢一個係咪真相先？我覺得仍然有一啲人，如果佢哋用咗一啲努力。例如我話我要生成一個蘋果，跟住佢俾咗個蘋果我呢，我覺得呢個你唔算係努力。但係如果你係講原來我呢個蘋果呢，我個光要喺左上角度照落嚟啦，呢個蘋果呢要係日本嘅富士山蘋果啦，呢個蘋果呢左邊要係黃色，右邊係紅色，然之後呢要好多條直紋，然之後每兩條直紋之間呢應該要有一條粗嘅紋。如果你係用一啲咁樣嘅創作嘅形式去做一個蘋果出嚟嘅話，我仍然覺得你嘅創意、你嘅努力係值得得到肯定嘅喎。但係原來如果今日嘅辯題係講緊，我只要俾一句指令，我整1億首歌出嚟，首歌都要係我嘅版權嘅時候，你咁樣反而係抑制緊創作嘅時候，你憑乜嘢話呢樣嘢係推動緊大家繼續使用人工智能，繼續享受佢嘅利處呢？多謝大家。正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3分07秒，用咗3分鐘回應反方同學嘅六合彩嘅比喻啦。咁啊，請反方嘅第二副辯陳希信同學出嚟回應一下。同樣發言時間3分鐘。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以父為子咧，拆解有方兩個論點。第一個論點咧，就有方話冇人類付出，所以就應該放落公海，變成公共資源。有方義父咧回應我哋藥物嘅例子，佢話咧係咪請給我1萬條化學公式，就等於要擺落公共資源呢？但係咪住先，因為方最大嘅錯誤咧就係在於佢覺得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咧係會憑空出現嘅。但原來咧我要涉及到一啲咁專業嘅化學公式，原來咧一啲藥廠去研發去用人工智能生成咧，通通都要用人類嘅專家嘅專業知識去開啟呢個知識嘅大門嘛，所以講係我要有指令，我有專業嘅指令先可以有呢啲嘅知識嘅時候，完全唔係冇人類嘅付出咯。所以想問有方嘅係，究竟係咪冇人類呢啲藥廠就會生成到呢啲嘅藥物連結呢？顯然唔係，可見呢人工智能要生成到呢，佢嘅前提都係人類要先設俾一個框架去同佢講你要生成啲乜嘢嘛，而涉及人類專業嘅知識呢，甚至個指令係長篇大論嘅時候，點解咁樣唔係人類嘅付出，唔應該係人類享有呢？更甚嘅係，如果今日呢啲生成咗嘅內容呢，根本唔係人類所享有嘅話，仲有邊個公司願意花咁多錢去研發呢啲嘅化學公式？原來最後會俾公共用嘅時候，究竟邊個公司有誘因去繼續做呢啲研發呢？更甚呢，不如我哋睇下文化同埋科技嘅合作例子啦。我校咧就即將推出由人工智能生成嘅 DSE 中文科咧12篇章嘅遊戲平台，透過咧同篇章有關嘅問答遊戲咧，令同學可以咧
同唔同嘅同學咧對累積積分。但係打造一個咁樣嘅平台咧，除咗要識得編程、界面設計、美術咧，所以呢個平台除咗問題庫係由專業嘅中文老師負責之外咧，其他純粹都係由人工智能生成。所以我講到純粹人工智能生成咧，就應該用公眾資源。想問嘅係咪呢個整個平台都唔應該有版權保護呢？所以一旦咧有版權失效嘅地方咧，即使版權幾保障到有人類著作權嘅題庫，整個平台都係不堪一擊。例如我見到你個平台咁成功，就攞走你整個編程，甚至整個設計，反正我都可以話你冇人類投放㗎嘛。而一個平台嘅設計咧，其實編程咧係環環相扣嘅，所以其他人咧就可以用呢啲純粹人工智能生成嘅部分做把柄，編程部分唔受保護，題目庫自然就算係人類生成嘅咧，都唔會受到保障。就連友方手中咧人類做嘅咧，中文老師辛辛苦苦打造嘅題目庫都可以任意盜取，去到最後原來冇保障咧，一夜之間就可以俾人偷咗去。仲有邊個肯研發咧？所以第二就有方話咧可以方便訓練，但係今日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在於一啲人工智能嘅公司咧，佢生產完咁多所謂你可以用作公眾訓練嘅呢啲內容，究竟佢原來最後咧係冇版權去保護佢嘅時候，點解佢會願意花咁多心機而去開啟一個人工智能嘅系統，然後俾公眾去用呢？所以有方話要鼓勵更多，根本冇版權保障就鼓勵唔到。多謝各位。反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係3分04秒，冇超時。好啦，即將進入我哋辯論嘅高峰環節啦，自由辯論環節。請雙方嘅同學先測試下咪高峰先。試咪。試咪。每邊都有3分鐘啊！我哋嘅計時 ready。首先有請正方，鐘聲後可以開始發言。有方義父話咧，呢個係嗰個版權係人類擁有嘅，咁所以問右方係人類擁有呢個版權定係創作者擁有呢個版權？我想問咧，有方話咧，呢啲人工智能內容咧係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嘅。咁我想問啦，我方講嘅啲化學公式、藥物嗰啲，佢生成到1萬條化學公式嘅前提係乜嘢？前提係佢有問過呢條問題咯，但係呢一個前提好小事啫嘛，我都問到啦。問有方同學第二次啦，你義父話要人類擁有，但係你前面話係創作者擁有嘅喎，係人類定係創作者擁有呢？有方講人都做到，不如大家攞起手機同佢講：請給我10條咧研發一種新嘅藥物，係咪會研發到㗎？有方同學，我啱啱答完你問題，到你答我啦，係人類擁有定係創作者擁有呢？係創作者擁有。答翻個問題，究竟係咪生成一種新嘅藥物，就係大家撳一粒掣，請給我一種新的藥物就做到呢？原來係創作者擁有啊！咁你頭先義父咁大聲同我講話人類擁有，即係你大我哋，即係咪啊？唔係，咪住先，因為講緊係研發藥物咧，都係由個公司提供專業嘅知識同佢講，我要乜嘢方向嘅藥物嘛。所以原來創作者正就係研發藥物嗰間公司，你同唔同意啊？有方咧今日好明顯矛盾，一時又話係全人類，一時又同我講話係創作者。咁好啦，再問你啦，究竟邊一個人佢嗰個版權附屬者嘅用戶去付出咗啲乜嘢嘢？咪有方好簡單啫嘛！今日人類就係個終極創作者，因為所有想像力咧，所有創意咧都係由人類提供。好似冇咗人類提供嘅醫學數據咧，都唔會研發到我方講嘅藥物。所以我方根本荒謬㗎。如果真係叫佢寫1億條，就即刻出到一個咁耐都未發掘到嘅藥，咁在座嗰位都係千萬富翁啦。有方點解唔係嘅？有方你係咪想再大多我一次啊？我而家問你最後一次啦，你而家講緊係咪呢一啲嘅版權應該由全人類擁有啊？唔係，我想講咧，人類係創作到嘅人類，所以時候方否認唔到。你要前提，你要生成到咁多專業嘅內容咧，其實就係你要專業嘅框架，有專業嘅指令咯。所以想問有方，你話純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咧，唔應該受到版權保護。咁想問嘅係，如果咧大家想偷你嘅創意嘅時候咧，就同佢講：咦，你證明俾我睇你嘅內容唔係AI gen 嘅先咯。個問題係，如果而家我要證明嗰樣嘢係我嘅，我都要證明原來佢係屬於我㗎。點解人工智能生成嘅嘢我就唔可以證明我投入過嘅努力啦？我問過佢嘅問題，我俾嘅資料呢啲嘢都可以證明佢係屬於我㗎。答完你問題啦，所以有方同學，原來咧你頭先義父咧講錯嘢，唔係全人類擁有，而係創作者擁有。但係我又問翻你啦，你話原來咧嗰啲藥咧係要由醫學知識先至會生成出嚟，咁點解個版權係俾個創作者即係問嗰個人，而唔係俾翻一開始發明呢個醫學知識嗰個人呢？冇講人類，所以個問題就在於，原來你都同意呢啲所有嘅專業知識咧，都係由人類去
俾呢啲指令佢噶嘛。所以想問係，當大家都想即係想有你嘅內容嘅時候咧，咁我咪先抄住你嘅內容先咯。你就要證明俾我睇，你用人工智能嘅工作流係點樣嘅時候，喺呢個過程中會唔會公開咗你嘅所有對話指令啊？真係搞笑啦！上一句話我冇講過人類，下一句就係原來係人類發現嘅知識喎。所以有方同學，你嘅立場係咪應該由全人類擁有呢？如果係嘅話，我方絕對同意。唔係好簡單，有方答我，如果冇版權嘅話，邊個會願意出嚟做藥？邊個會願意投放咁多成本先？咩話冇版權啊？如果我而家有一條藥物嘅公式，我願意俾錢入去投資、去研究、去做臨床嘅，咁我付出過呢啲努力，我咪值得擁有呢一個藥物嘅專利咯？問有方同學最後一次啦，你嘅立場係咪因為呢一個資訊咧係由人類提供，所以應該由全人類擁有呢個版權？咪住先，你話咧，如果我有專業嘅醫學知識，正呢班研發藥物嘅公司就係有，而家我哋就用人工智能去輔助佢將啲專業知識咧俾人工智能，然後佢生成咁多條化學公式嘅時候，點解咁樣點解唔係創作者擁有嘅？我聽明啦，所以有方同學原來我俾咗好多資料俾個人工智能，佢生成咗一樣嘢俾我。咁叫做純生成式啊！我俾咗咁多資訊你喎，我不如咧，我俾埋個大綱你，俾埋篇文你，然之後叫你幫我改幾個錯字，咁樣咪唔叫純生成式咯？有方同學你搞翻清楚個定義先。所以有方同學一直唔敢答，基本上可以確定咧，原來有方同學立場咧係要歸全人類擁有喎。咁想問有方啦，如果你嘅立場係歸全人類擁有，我又點解會有呢一個誘因去整新嘅藥物咧？咁有方同唔同意咧？有人工智能嘅內容咧嘅前提係有一個對話指令，呢個對話指令係咪人類開始㗎？我想問咧，究竟寫幾句對話咧，我哋付出咗啲乜嘢嘢啊？啱咯，所以有方判別究竟係咪純生成人工智能嘅內容，點樣分辨？你話幾句唔係係純生成人工智能，我提供長篇大論嘅對話指令咧就唔係純生成，究竟個判斷標準喺邊度？其實你講咗咁耐咧，有方咧根本3+1都未揀到，佢一時又話係開發者，一時又話係全人類，一時又話係究竟係輸入指令嗰個，究竟有方可唔可以3+1堅定同我講？開發者唔係人類嚟嘅咩？好，咁如果個開發者，唔係等陣有方同學，我而家同你比較係全人類定係開發者啫。咁想問有方啦，原來我個開發者咧有一啲嘅知識咧係由前人嗰度獲取嘅喎，咁係咪我又要俾翻個版權俾前人咧？唔係，今日你可唔可以你首先答翻個問題？對話指令你判斷標準係咪純嘅標準係乜嘢？有冇同學你啱啱引用所有嘅數據咧？你有冇俾翻一啲版權俾翻佢啱啱嗰個嘅引用嘅作者啊？乜嘢數據啊？好啦，好簡單問有方一條問題。今日我做數學，我要用呢個勾股定理。我用呢個勾股定理嘅時候，我係咪要俾翻我做完呢條題目嘅時候，我咪俾翻個版權俾創作者啊？唔係，你答翻個問題先，究竟你判斷標準係乜嘢？點解判斷標準咁重要呢？就因為喺一啲行政或者司法嘅訴訟入邊，呢個標準係好重要噶嘛。既然有方連呢個最簡單嘅標準都解釋唔到嘅時候，去到法庭去判別嘅時候，啲人咪可以先抄咗你嘅內容，跟住咧再逼你去論證，逼你去解釋究竟你用咗幾多人工智能都係。反方嘅發言時間已經完結，正方仲有6秒。所以基本可以確定啦，原來筆試定理計咗條數題咧，應該係屬於全人類而唔係創作者嘅，就係咁多。多謝大家。好。咁啊，經過精彩嘅自由辯論，我哋俾翻30秒時間雙方嘅結辯做下少少整理，然之後先邀請反方嘅同學。30秒準備時間。好，準備時間結束。而家先請反方拔萃男書院嘅結辯歐陽浩星同學，同樣係3分鐘嘅時間。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全場喺度貶低研發人工智能嘅成本。今日有方同學覺得用人工智能問幾條問題就係寫代碼，但原來人工智能嘅背後係幾億條代碼。如果問問題就有人工智能，我已經逆天改命發家致富啦。想問有方知唔知 ChatGPT、Gemini 背後嘅資金有幾多呢？
1839年，商業攝影技術正式面世。當時唔少人擔憂，佢標誌咗繪畫藝術嘅末日，甚至覺得係文化同科技嘅衝突。亦曾經有人認為，一旦我哋依賴相機記錄身邊嘅人同事，就再冇人會願意鑽研繪畫技巧去展現創意。但時至今日，菲林都尚且去到被淘汰嘅邊緣，但繪畫藝術歷久不衰。當代最出名嘅畫家，例如莫奈同埋畢加索，佢哋活躍嘅時期，攝影技術已經成熟，相機唔單止冇限制藝術發展，反而成為文化進程嘅重大里程碑。大家既可以用相機定格難忘瞬間，留住珍貴記憶，同時亦都唔會忽視繪畫等等傳統藝術創作，兩者相得益彰，共同豐富咗人類嘅表達方式。同樣地，有方今日認為人工智能必定會令到冇得二次創作，覺得俾版權就會令人產生依賴，從此冇人再用自己雙手從事藝術創作。然而，賦予人工智能內容版權，目的只係希望大家可以喺各方面嘅創作都獲得認可，得到回報。今日嘅人工智能並唔會取代人類，而係成為人類嘅雙手，令每個人都有機會喺藝術舞台上發光發熱，盡展所長。正如相機冇毀滅繪畫，人工智能亦都唔會扼殺人類嘅創作科技同藝術，而係相輔相成。嚟到結辯位置，不妨以兩個角度睇下有版權保護嘅情況。第一個角度，大眾嘅角度，其實內容受唔受版權保護對大部分使用者其實完全冇任何影響，因為大部分使用者只會將人工智能協助自己完成工作，唔會拎人工智能嘅內容去市面上發售或者公開使用。普羅大眾根本唔會理個人工智能嘅內容受唔受版權保護。第二個角度，開發商嘅角度，理所當然嘅係開發商固然希望自己研發嘅人工智能可以有版權保護，令自己嘅人工智能模型唔會成為人哋賺錢嘅工具。反之，如果冇版權保護，研發完人工智能之後會俾人拎去抄，仲有冇人願意開發呢？人工智能嘅研發成本唔低，即使投入咗資金，亦都未必研發得到。如果研發商要投入成本開發，而產生出嚟嘅內容反而冇版權保護，根本冇人會願意投入資金去發展一種淨係蝕錢嘅人工智能。有方同學太天真，覺得會有公司有投資嘅人為咗人類發展，將自己嘅資金擺喺一個未研發到賺唔到錢、高風險零回報嘅項目。呢個就係現實，喺大部分嘅地方都係行資本主義嘅世界，唔會有人願意蝕錢。多謝各位。反方嘅總結用咗3分14秒，最後有請正方嘅總結。陳俊宇同學發言時間同樣為3分鐘。喺30年前，啱啱互聯網開始嗰陣，就係因為冇版權，所以先至令到在座各位可以上到互聯網開發咁多嘅網頁，令到今日網絡世界百花齊放。而去到之前嘅 Linux， 就係因為開源而唔再係受到版權嘅限制，先奠定咗在座各位今日手機入邊 Android 入邊嘅基本系統。而再去到今時今日啦，你上到嘅 social media，例如 Facebook、IG 等等，全部都係因為受惠於呢個唔受版權保護所影響。而今日嚟到今日呢個人工智能嘅時代，其實道理都係一樣啫。主席，在座各位來賓大家好。其實我方立場非常之簡單，就係因為希望推動科技同埋文化嘅可持續同埋長遠發展。文化唔應該只係受到現時人工智能嘅版權所規限。而我方就係鼓勵大家用人工智能嘅二次創作，可能大家有玩過用自己嘅相生成一個吉卜力風咁樣嘅相片啦。而你自己都係因為吉卜力而家冇再受一個版權嘅控制啊，所以你先至可以出現到咁多嘅相片，令到成個網絡出現咗成個風向啊。我哋再諗下，如果今日嘅科技發展，可能大家有聽過以前尹光嘅歌。而最近啊，就係因為尹光有人利用咗冇版權之下呢，就可以令尹光嘅歌撈埋落去張敬軒嘅歌曲風格，形成咗一個獨一無二嘅風格，令到我哋今日音樂嘅文化發展先得以一日千里啊！但係可惜啊，今日有方成個全場呢都係企咗響舊嘅時代，而我方先至企響呢個時代嘅尖端。
有班同學咧根本都未明白㗎，佢連自己定義為邊個擁有版權3揀1，問咗3分鐘、6分鐘都未同我解釋清楚啊！唔緊要啊，用翻有方六合彩嘅例子啦。按照你話啦，如果係邊一個要付出，就等於邊一個擁有啊。咁如果我今日中咗六合彩嘅話，係咪要分晒俾全香港所有人啦，或者全世界所有人啦？如果係咁嘅話，人工智能背後有幾億個代碼喎，咁研發者都好辛苦啊。咁我哋係要俾翻幾多個版權，幾多個版權俾每一個背後嘅開發者呢？其實去到今時今日，仲有方今日都未搞清楚自己嘅定義嘅時候，但係好可惜，我哋根本就唔應該令到呢樣嘢成為咗自己嘅壁壘，係應該更加持續推動人工智能嘅開發。可能在座各位嘅小學生咧，可能都想做一個 YouTuber 啊。但如果當你諗下啦，自己人工智能要買一個版權，要用99.9美金先可以買到一段10秒嘅人哋生成嘅音樂啊！但可惜自己又未有咁多方面嘅知識，又冇咁多嘅資源，點樣去完成呢？而所以我哋今日就唔應該俾人工智能呢個版權有所限制。自己想做乜嘢創作，想自己做咩創作，就會威脅得到自己嘅可持續發展。而所以到最後啊，希望各位都會明白，我哋將 AI 會成為自己嘅一對手，而唔會再成為自己嘅對手。多謝各位。好，隨住喇沙嘅潔辯同學幫公司賣咗一個咁靚嘅廣告，3分14秒嘅發言時間之後，呢場辯論比賽咧都完結啦。咁啊，接住交翻俾我哋大會嘅主持。多謝各位同學，好犀利啊！你哋好精彩，我一路喺側邊咧望住啲同事，我哋心臟病發啦，好緊張。多謝你哋。咁咁我就唔講咁多啦。咁其實咧，我哋今日嘅評判點評嘅方向咧，就係有內容啦、辯風啦、組織同埋風度嘅。咁我哋咧都想喺佢哋未分享佢哋嘅 feedback 之前咧，不如我哋全場一齊去投票啦。好，投票嘅方式咧就係 scan 個 QR code。咁當中咧，你會去揀出一隊勝出隊伍同埋最佳辯論員嘅。咁我交時間俾大家啦。好，請提醒大家咧，我哋可以跟翻顏色去揀嘅。好，我見到大家咧都好似已經揀得七七八八啦。有冇人係未投票㗎 ？OK， 嗱，咁我哋而家咧有少少時間啦，我哋想問下評判嘅意見。不如我首先問一問 Andrew 先。好，我準備出嚟啊！出嚟講兩句。首先頭先真係好精彩，因為我自己細個辯論嘅時候已經係好多年前啦。嗰陣時啲無論呢個知識或者技巧同同學仔相差太遠，所以佢哋係真係我係一個好專業嘅。咁但係專業得嚟，我好欣賞佢哋背後做咗嘅一啲研究啦、research 啦，即係當中有用到唔同嘅例子，無論係即係譬如
正方呢邊話即係用到話互聯網啊或者 Linux 啊呢一類型嘅例子，或者係喺反方嗰邊係用咗好多其他嘅之前嘅法律嘅例子，咁係好 appreciate 嘅。我希望會聽到多啲係話，譬如話點樣去 motivate 到 investment 啊、二次創作啊，同埋個字眼純生成式，似乎呢一啲位都大家有一啲斟酌，未係可以去到好盡嘅，即係希望喺嗰啲位係可以再探討多啲，咁就會好啦。多謝 Andrew 嘅意見。好，咁我都將時間交俾 Christine 去分享一下你嘅意見。跟住講晒啦喎，已經，我覺得我哋冇傾偈嘅頭先，好流，大家都各有各做。但係點解咁似嘅？諗嘅嘢都係一樣。我覺得今時今日有互聯網有 AI 咧，真係可以好幫到。佢哋真係做好多 research， 即係我覺得我哋將來嘅 leaders 係有希望嘅。咁唔係淨係靠一啲生成嘅 AI。不過亦都係最後同樣一個，我覺得大家好似喺度鬥緊拗嗰個字眼啊！到底咩叫生成嘅內容咧？到底係定係全人類咧？你哋係好執着喺呢一度。咁我諗可以做多啲舉例啦。不過做好多 case study 我覺得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如果今時今日我玩我輸硬。多謝。